关土艺学会甲文化局来办理着亲子订灰仔、捏灰仔的活动，特别邀请到40位土艺师到现场来协助，要让大家更加来认捌着灰仔的美学。南投县陶艺学会特别甲文化局办亲子活动，由40位陶艺师协助大家来体验做粗胚的趣味。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更多的民众、更多的乡亲尤其是小朋友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来接触陶艺。这个大人带囡仔来参加，拢感觉真趣味，唔然后囡仔会使家己创作，同时嘛会使增加亲子的感情。捏陶啊，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但是就是可以让小朋友动手让他训练自己的美感，然后也是让他们学习自己手部运动怎么用力，然后进而去就是观察什么事物是美的。陶艺创作是愈来愈时行，有兴趣的乡亲会使到文化局网站去查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